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家名语好言。咱今年的考请内底，会用讨来讲文林就按卡不台戏，作为就按卡三宝之一，就按不台戏係種政治戲昂啊，舞出氣勢澎湃的劇情，配合客家音樂，唔拉千聲千通技藝，更加表現出珍貴的文化風貌。你通考前內底呢，分做4屆總結。一開始，因會對台灣舞台戲由來發展考前開始修書，進一步建立對舞台戲的了解。好實在，歷屆總結了後，因無論從事件時代台灣內底呢，天初歷史的舊名，從個經商道的困境了後。但內地各有真多的紓困寧死意識。接落來，第二總結分林就按卡舞台戲的現況和未來展望。就按強的舞台戲，透過總體的集中，保留各界素材的特別風格呈現，達出一場演出內地。擁有真多就按強的人對舞台戲真盤的期望，澎湃的戲劇演出內底，卡數文化的前景上榜，讓更加新、更加有創造力的香港，但分林就按卡舞台戲行出一家一條大路。頭前2屆總結，攏係對歷史和環境出發，但第3總結內底呢，因無論甲香港控制開舞台戲內容本身，這部討論是項道緊的秘密。好在歷屆總結了後呢，是無論發現內底的重要因素，從達圖解教學創造內底演出犧牲的時間內底。透過示範表演，達因無論了解視覺藝術的特別，讓人的香港和使用全了解欣賞舞台戲的方式。同時呢，因為要摘出呢條見識，來讓一小段的戲昂啊演出，希望透過實際的感受來描出戲劇的張力。好實在，歷屆總結了後，是無論達觀眾更進一步讓出分林就按舞台戲的魅力，由挑戰各界總結澎湃用分，用舞台戲做前進文化的媒介和做地，來傳送就按卡文化信仰和美好。真皮好啊嘛，但因讓一場精彩大戲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聽客家網絡好面的節目。我係分林農會龍興谷種種舞台戲團的團長劉兆棠，今日真歡喜，我到位今日客家網絡好面，我跟大家聊聊舞台戲。唔係一般普通的舞台戲哦，係種就按卡卡數，如果講嘅就按卡舞台戲真特別、真特殊。大家弄啲舞台戲向來弄種係種俄羅斯用鋼橋拍，不過現在的民國89年4開始用緊就按卡卡數攞鋼橋拍，呢攞係創新，呢攞係挑戰一下。人們講嗰種卡數是發到拗過俄羅斯無限，甚至呢盡一份做客家做啲嘅責任跟義務，一按一切做得經驗。現時人嘅大部分喺度呢好好教寫字。小朋友用卡數做舞台戲，今日就個機會到網絡客家方面，個大家都講解將卡數舞台戲真歡喜哦。首先呢，我就開始都講舞台戲，台灣舞台戲會演變個進化，得大家了解收書，然後講到示範講舞台戲基本嘅唔該高線線。但真密條，佢會叫鋪小路，哦條門站做啲扮差嘅劇情，個形象，個頭大家都少數了解，哦，嚟很少少講咪等我大家寶貴時間。首先就係欣賞台灣舞台戲一路行來嘅演變，
甲净化。